地新闻，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台中市的疫情，还佫伫个高峰期，确诊的病例数涨全国上多，今仔日嘛是全国第2悬。市长罗秀燕决定，高中以下远距离线顶教学延长到6月17。啊，那这个南投县累计有超过3万人确诊，照护的骹手无够，照护员本地一人一工有5000块的津贴，即摆花价一工7500块，嘛是请无人，甚至有确诊的老人送到急诊室无病床，只好是先囥伫个停车坪的临时的床位。啊，上新的消息，南投县线顶教学嘛延长到17号。病急诊室路口的停车坪，一边停真侪台轿车，另外一边搭几啊块通光的塑胶布，计3位，认为是采椅互民众坐。不过上边迄位刷放一张病床含仪器，病床顶倒一位老伯，边仔徛是穿隔离衫的医护人员。老伯确诊，互送到急诊室，却无专职病房可以住，今日当暂时互安排伫咧停车坪，等待无人住的专职病房。但是因为人数比较多，实在不够用，所以我们才在车棚下面安置了3床。虽然环境没有那么舒适，但是至少可以解决我们的那个燃眉之急。病院真无奈，讲因的专职病房已经为本来26张病床增加到32张，搁伫咧急诊室路口设3间有冷气的隔离室。不过因为南投确诊人数累计超过3万人，病房无够用，才会伫咧停车坪搁增加3顶临时床位。有医护人员也有确诊，所以我们的人力上编制有所不足。那病床无够用，医疗人员的能力嘛无够，因为长期伫咧高风险的所在做工课，已经有真侪医护人员确诊。专职病房的照护人员本来每一个人一工发5000，即摆一工7500，嘛无人要来做。疫情拖到中南部，卫生局今日当协调各间病院调人力和床位来，想办法先顾好家己患者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